有汽车马道改林志玲挂花，一个姓蔡马道顶个月底去台北市一间医美诊所做这个牛铃下了，人呢唔知人，家属决定伫昨下晡呢陪讲放弃治疗，伊将会判是艰苦甲规日涂骹一直哭。检察官伫今日早起呢到殡仪馆进行送验，并且带回姓吴的名医甲当时的助理要调查案情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会不会对诊所提出求偿啊？快速行入殡仪馆，面对提问，敢若假条回应歹势，因是蔡氏马道的家属，一透早就来到殡仪馆。来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检察官要做相验，因为蔡氏马道的家属昨下晡决定陪讲放弃治疗。你们也是家人那请问你是哪位？他是谁？你们也是家人，你知道吗？姊妹仔伴伫咧病房头前跪咧哭，拜托家属唔通放弃。蔡氏马道顶个月底，伫咧朋友的推荐下，到台北一间医美诊所做牛铃针，调大肠注射的过程敢若有问题，就开始重蹈昏迷。公是先生一位嘛，然后院长在上班。检方将吴氏名医带转去，而且为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。安那蔡氏马道为昏迷到今，伫要20天，最后用陪讲结束性命。根据昏迷脑死的判定，病人就要昏迷指数是5，或者是较低，而且确定昏迷的原因，脑部结构有损害，做2届测试，脑干的反应拢无，就会互确定脑死。姊妹仔判是介伤心，一直抱相片甲怀念。即马人走啊，朋友真唔甘，检调嘛爱查清事件的真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